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疑案办选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冠廷。那今天就是来帮唐墨代班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很特别的，可以邀请到这个主题，是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一个科幻的类别。那今天邀请的来宾是玛丽老师。嗨，大家好。玛丽老师，玛丽老师就是去年有出一本那个《电脑人间》。这《电脑人间》我自己也是看了蛮喜欢，它算是一个本土科幻的一个小说。那我想要先请玛丽老师来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大家好，我本名是马丽璇，然后玛丽算是我的笔名，就是也是我的绰号这样子，所以大家要怎么叫都可以。那我本身目前是中华科幻学会的理事长，然后我也是脸书社团奇幻故事说不完的算是创立者之一，也是社团管理员。那我的创作主要是偏向奇幻科幻都有这样子。那之前有写过一些短篇故事，然后出版在海琼文化的一些奇幻科幻合集里面。那《电脑人间》算是我的第一本个人的，就是独立完成的一个科幻长篇小说这样子。这《电脑人间》那个时候，刚出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这个消息，然后我是在国际书展的时候去买的，这样子。然后当然，以前就是有 follow 玛丽老师的那个玛丽乐听，玛丽的乐听笔记集散地，但我现在把那个粉专名直接改成玛丽。对，就是我记得好像2015年、16年的时候我就有开始听了，然后包括说像老师都会介绍很多的那个书籍嘛。然后像一些尼尔盖曼的啊，什么北欧的，现在提尼尔盖曼有点对，像尼尔盖曼好像最近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那个 Me Too 啦，或者是的一些风波，那个时候会看，就是透过那个玛丽的这个粉专，然后知道很多一些奇幻的故事，或者是科幻的一些消息这样子，包括说当时的美国众神啊，或者是后来北欧众神。我记得北欧众神也是老师那个时候有专门推荐嘛。对啊，荣幸的。对，对当时的我来说很荣幸。对，现在可能变黑历史，有一点像黑历史。好，那因为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老师的这个长篇的那个电脑人间嘛。对，我自己当时看到的第一篇就叫做《本岛人梦得到台湾独立》吗？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这不就是在翻完那个《银翼杀手》的原著菲利普·迪克那个反生人能梦的梦想见到电子样。对，《银翼杀手》我想应该对老师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些影响。然后包括说，如果大家有去看电影的话，然后跟看原著小说，他们两个是非常极大的一个差距。对，这蛮有趣的，就是雷利·史考特就是《银翼杀手》的导演，就是他有在他的蓝光版，就是他的最终剪辑版，还有一个水片讲评的音轨。水片讲评的时候讲说他没有看完小说就开始拍，所以这后半段剧情都是他们原创的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也蛮好笑的。其实，对啊。我也蛮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菲利普·迪克的一些小说了，包括说，比如说《高堡奇人》啊，对，然后有很多作品都有被改编成电影，像那个《关键报告》也是。但他的电影通常改编幅度都跟原著差距很大的。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就是，要么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没有搞懂他原著到底想要讲什么，要么就是可能这是真的照原著的想法来拍的话，可能会太难拍之类的。对，所以我会推荐蛮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喜欢改编电影的话，就一定要去看原著这样子。那其实《电脑人间》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是它是一个本土的故事，然后设定在1930年代的这个基隆作为故事背景。对，那其实也蛮好奇，我们知道很多科幻会用下雨这个元素来当做它一种象征或者意义。基隆就是我们台湾的雨都嘛，因为北海岸。想问这个时代或者是这个地点对你来讲，选择基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故事一开始就是像冠廷刚刚讲的，就是它是发生在1938年的日本殖民时代的基隆这样。那主角叫做马场中，他是基隆郡役所的给事。郡役所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现在的区公所、市公所这样的一个公家机关这样子。那给事其实就是有点像杂役这样，就是他有点像是学校校工的这种身份的，就是在区公所就是帮忙打扫环境啊，然后可能上班时间就是接洽帮忙民众
洽公等等之类的这样的工作，很认分的工作嘛。然后可能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被殖民者，那他就是所谓的本岛人嘛。当时的内地指的是日本嘛，所以他就是说，可能在军营所里面有内地公务员会，对他做出一些试探啊，讲说你是不是真的效忠大日本帝国啊？然后可能会稍微欺负他一下这样子，他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有一天，他就无意间发现，就是军医所2楼有一个不能让己士进入的一个房间，就是门没有关好，然后就是稍微去偷看一下那个门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就从此他的生活就改变了这样子。我觉得稍微可以爆的一个雷，就是因为其实讲到这边，完全听起来跟 Cyberpunk 没有关系嘛。那可以爆的雷就是，他稍后就会在故事后面他就会发现所身处在的这个世界其实是虚构的。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虚构的？那这样的一个人像骇客任务的母体的世界，为什么它设定成是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是基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动机才是我的这个故事主要想要探讨的部分，这样子。对对，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也是想说，前面好像都是在描述一个1930年代左右的一个当代背景，突然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剧情，从那道门打开之后，它开始有一些，你要讲它是觉醒吗？有点像是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建构了。好像跟他原本想象的世界不一样。我那时候也想到另外一部作品，就是《楚门的世界》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然后包括说后面那个，其实第一章就是在探讨所谓的国族认同这块。它其实很快就开始透过一些对话式的情节，开始渐渐的揭露这样子。包括说所谓的主权未定论。对，这个那个时候我想说，哇。居然在一个 Cyberpunk 的小说里面塞入了这个，而且是很像用我们现代的这个语境，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认知去套回去1930年代。这其实蛮有趣，就是如果是当时真的现实中30年代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个论述的才对，这样子。但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点用后见之明的方式，然后它又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所以就是有点刻意的去在讲这个议题，这样子。对，有点后设的感觉。对。然后想说，哇，居然在这个时代背景，然后也可以套路所谓的台湾地位为定论这件事情。对，然后他们里面人讲话的一些语境，其实跟我们现代会探讨的一些关于主权的问题也非常类似。然后甚至还有谈到，比如说文化霸权，或者是认知作战的这些概念这样子。然后所以它等于说是有点结合历史跟科幻元素的一个小说，不会到很生硬。这个听众朋友也不用去担心。然后你要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嘛？我想说多少都是会有，但是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很硬塞这些观念给你这样子。然后刚才老师也提到说，有点像是骇客任务里面的一些母体的概念。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当然你常看一些科幻作品的话，包括说《攻壳机动队》里面的世界设定啊，或者是刚刚讲骇客任务啊、银翼杀手，都可以在这部作品里面有一些致敬。那除此之外，老师你是否还有参考哪些经典作品？参考跟致敬其实蛮多的，就是我相信，如果是 Cyberpunk 的书迷或者是粉丝的话，类型会蛮容易看到。像刚刚就是开始讲的那个第一章的章名，就是致敬《银翼杀手》原著嘛。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银翼杀手》的原著，它的原文是什么？Do Android dream of electric ship 嘛？那 dream of 这个词汇其实有点双关，就是它可能在讲说是仿生人会不会梦见电子羊。但同时，他可能讲的是仿生人会不会梦想拥有一只电子羊，所以其实就是刚讲到那个张杰明在梦得到，这是我自己的诠释，就是我稍微会用了一个可能比较不常见的用法，然后我希望梦得到这个词汇可以同时包含我刚刚讲到的那2个意思，所以就是刚讲到第一章名称是本岛人梦得到台湾独立嘛，所以他就是同时有梦想跟就是做梦会不会梦到这种感觉在里面。那其实就是从第一章的片名就可以，章名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其实每一章的章节名称其实都跟一个 Cyberpunk 作品有关，这样子。可以再讲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我猜这个不讲可能不会有人知道，就是第2章的章名是昂，就是他会在第2章算是女主角吧，她在第2章都会出现，昂可能看起来其实跟Cyberpunk 任何 Cyberpunk 作品都好像无关这样，但其实昂这个字在日文发音里面就是阿基拉。
对，所以他就是阿对对对，基拉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后面也有其他的致敬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蛮明显会看出来。然后就是故事的情节里面，或者是评文或者是叙述上也会有一些致敬，就看大家能不能找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是，也是第二章中间，就是它有一个分段之后的开头是，我写说基隆港上方的天空是一所听射的水泥墙的颜色。那如果你有看过《神经幻术士》的话，就是它其实是致敬《神经幻术士》的第一句话这样子。对对对，这边就要提到神经幻术师，这个神经幻术师也是一个经典的科幻作，非常的难读，对，真的很难跟对也有点难懂这样子，因为它有很多的原创概念的一些语境或者是词汇。你看到那个词的时候，你很难第一时间会比较难去意会到它到底是在表达什么物件或者是什么概念，你要反复去读，然后读完的时候，你也是有点一知半解的状态。所以我如果我有机会，就是遇到一些科幻学会的人，或者是曾看这个科幻小说的时候，我都会想要跟他们讨论一下，到底《神经幻术师》到底是很难读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我觉得如果是你喜欢 Cyberpunk 的话，你一定要看的原因是，对我来说，它是 Cyberpunk 的圣经，就是它是1984年的时候出版的。那它基本上就是这本我自己的就我自己研究的结论或者是想法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神经幻术师它开启了 Cyberpunk 的这个类型，然后同时它也结束了 Cyberpunk 的这个类型，所以这个类型其实已经在它出来的时候就结束了。原因是因为神经幻术师已经几乎把所有 Cyberpunk 的元素都跟他的精神都已经在他那本作品里面讲完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后续看到我们刚刚讲什么母体啊、什么 cyberspace 啊这些东西，其实在神经幻术师里面都看过，所以就是后续的所有的 cyberpunk 作品里面出现的元素，其实是 neuromancer 就是神经幻术师里面都有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然后它之所以难读，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它是一个cyberpunk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实验精神的，然后它又同时又因为它 punk 嘛，所以它有审判精神，所以它其实是我觉得是刻意要写的让读者看不懂，就是他用这种方式来有一个讲法就是 cyberpunk 作品会至少在小说上它是很习惯或者是很习于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那种资讯超载的感觉，所以他会不断的放入陌生词汇，然后他不会去做任何的解释这样子。对，所以读起来的确是，他是刻意要让你不好读的。那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跟读者在下战帖那种感觉，就是你要不要读随便你，但是就是我就是这样写，然后你有种你就读完的这种感觉。对，这就是文字给人的一种眼，它有点像是打破第四墙的概念。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塞了超多的资讯，然后你的脑筋一直处于一个超载、满载甚至爆炸的状态。那居然可以用文字去堆叠跟做到这点，我真的觉得你喜欢科幻类型的话，一定要找神经幻术师来讲。那我记得好像是这一两年，好像也有在出新的版本。对啊，这部文化，对对对。等下刚刚也可以讲回那个《银翼杀手》的这个反生人能梦想得到电子羊英文的译名。它其实里面的小说是在描述，就是地球已经是一片荒芜了，甚至有一些有机物，包括说我们一些虫草啊、鸟类啊、动物，都基本上都已经消失殆尽了。然后大部分人类都是移居到外太空去做殖民了。那留下来的人类，他们也都是想办法要移民到外太空，然后留下来的人可能都有一些身体上的残缺也好，或者是挣扎的过活。但是他们因为科技很发达，所以他们会复制反生一些现实中的生物。所以他那个反生人梦想得到电子羊的意思，就是说反生人会不会他们也想要有一种自我实现，或者是也想要跟人类一样，有得到某种东西，或者是养了某种宠物的那种概念。因为我们人会需要去养宠物，或者是需要去有一种陪伴感。那他这个概念，反生人是不是有可能有这种身心灵的需求了？对，所以这个可能要去看那个原著小说才会知道。然后在那个电影的《银翼杀手》里面是没有讲到这个。对啊，我觉得有个可以讲的就是，《银翼杀手》的原著它并不是 cyberpunk 类型，但它是好像是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968年的时候出版的，所以那时候还没有 Cyberpunk 这个类型。但是它的《银翼杀手》原著的确是，算是帮 Cyberpunk 做了一个奠基，这样子。就是因为 Cyberpunk 它是一个很晚的，就是80年代出现的科幻子类型嘛，所以它其实是融合跟就是吸收了各式各样科幻不同的类型元素，比如说机器人啊，会有讨论到人机关系、人跟机器的关系，然后也有反乌托邦的性质啊等等之类的。那你刚刚讲到就是神经幻术师跟银翼杀手，其实它蛮多的 Cyberpunk 的故事背景，其实都会有，就是在故事开始之前发生某一场大战，可能是世界性，比如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或者是某一种造成了某一个现象之后带来的一个反乌托邦社会这样子，所以就是像《银翼杀手》原著里面，它就有发生一场战争，所以才应该是核战，所以就是地球才会就是生灵涂炭嘛，然后有钱人都已经逃到外星球去。那《神经幻术师》其实也有一场战争，然后是在类似东欧之类的地方发生，有点忘记了。对，然后电脑人间其实也是有遵循了这样的设定去写的这样子。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去看看这样子。是，这个电脑人间，对，应该说，很多的近代的科幻设定，或者是要讲比较代表性的，比如说 Cyberpunk 2077的，它原本是我记得是 TRPG 嘛，就是对，类似桌游的战棋的那种概念。然后它里面也讲的所谓的企业战争。你的作品《电脑人间》里面其实也是一种，我记得看到后面它就是一个跨国企业的，对。然后它里面探讨了很多的身份认同，然后历史记忆啊，跟自由等议题那种。我觉得科幻读者可能都是透过国外的作品来吸收这些东西，或者是一些想法，包括说日本啊、美国，真的是比较少看见，就是台湾的本土作品用本地的元素，然后本地的历史认同，然后去套入这个 Cyberpunk 的色。那你有希望说读者是能够从中获得怎么样的思考吗？你原本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有做一些好，我想要先稍微回答前面，就是刚刚观点有问到一个，就是为什么要选在1930年代的基隆作为故事背景的，刚刚没有明确的回答到，就是之所以会设定在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然后是30年代就末期的一个。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想我应该是特别是有意识想要去写日本殖民时代台湾的，原因是就是这是我第一本长篇嘛，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想法有些深色，然后有些想要企图性比较强的一些地方，就是我想要效仿肖像神的后外地文学理论这样子。肖像神应该大家就是我相信听众应该蛮多人。大部分人都知道谁是肖像神，就是他在写他的妖怪奇幻推理作品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有试图在建立有点类似台湾的奇幻文学理论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有听过，就是奇幻理论是谁的托尔金之类的奇幻创作理论这样子，或者单纯就是文学创作理论这样子。那肖像神在他写北地狱之类的，或者是言语道断系列，或者是精魅杀人魔术等等之类这些作品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就是有点延续，就是从日本殖民时代一直到国民政府之后的这个时期的这种文学脉络这样子。用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他虽然就是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写日本殖民时代，而且是虚构的一个有妖怪的世界的台湾的时候，可是他同时也是试图在用这种日本殖民的时代氛围去讨论当代台湾所面临到的一些现代的情况，就是可能就是怎么讲，就是他或者是跟我的立场相近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我们依然受到殖民统治嘛，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是他是用有点像借古讽今的这种状态去写。那我就是试图想要去遵循他的文学理论，然后去写这样的故事。所以虽然它是发生在日本殖民时代，可是它我想要讲的东西可能是现代的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之所以选这个时代，是跟这个故事背后的就是主谋者的他的动机跟意图有关。就是30年代末，就是1937年的时候，如果是用日本的立场来讲的话，就是日支战争已经开打了，对不对？就是或者是如果用中国立场的话，就是日本侵华，就是8年抗战之类的这种状态。那日本那时候就在还是殖民地的台湾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嘛，所以就对想要改变台湾人的意识形态跟试图想要让所谓的本岛人更就是效忠日本的各式各样的行为啊，比如说就是鼓励百姓啊。我刚刚讲主角名字叫马场中嘛，可是他其实他的本名叫马忠这样子，所以就是他的姓是被改成马场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主角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环境里面会有怎么样的反应，然后他的意识形态是如何
产生波动，就是跟这个意图是有关的，所以就是是有目的的这样，所以主要的2个原因。然后回到刚刚你讲说这个身份认同、历史记忆跟自由这些议题，我希望读者可以从这里面获得哪一些思考。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点感动，就是因为你问的是我希望读者获得哪些思考，而不是哪一些答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好像有一些读者嘛，有一些阅听者，他们会很希望作者给你一个答案，尤其是某一些议题。那我觉得这是从作品中获得答案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我觉得可以获得一个思考的机会，是一个就蛮多作者会想要达到的目的，但他不会希望就是你直接获得答案。对，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就是你问说是获得哪些思考，我觉得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谢谢。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尤其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像我最近也是都常常在思考这件事情。你有办法，比如说你在美国长大，但是你的父母可能来自台湾，你可能是台裔的美国人。好，比如说黄仁勋。好，他有可能是他的认同，他有可能是他自己是自认美国人，也可以自认是台湾人。那如果今天呢，他自我认同他是中国人，但他也认为他是台湾人，其实你也不能说他不行。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你的其中一个认同跟你另外一个认同，他们可能处在一个紧绷敌对的状态，你可能被迫有可能要在这样子的矛盾之下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当然你也可以保持说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也都 OK。所以这个想法或这种思考本来就会有大家不同的成长脉络去做思考。那常常网络空间的这些争论当中就会有一些比较偏激或者是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在我们跟中国之间它的这个战争的状态越来越紧绷的时候，这些讨论一定会越来越激化。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书中要提到的，有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的概念。对，认知作战是什么意思？如何改变人的认知呢？或者是这个认知，每个人改变认知之后，就会有一些具体的行动。那这个些具体的行动，或许也是某一些企业或者是某一些国家想要研究、想要观察的。那如果今天把它套入到 Cyberpunk 的世界观，你是不是在这本书里面有在做这样子的写作的打算？我先稍微回答一下刚刚前一个题目，因为我称赞的题目，但我还没有回答，对不对？就是我有点像是想要透过这个作品，也让我自己同时在思考说，就是到底什么是台湾人这样子。就是作品里面其实有提到台湾民族主义嘛，就是史明前辈提出来的这个民族主义理论这样子。那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它不是血统论的，就是你不是说什么你要生在台湾，或者是你要有什么本省人的血统之类的状况。我们听众应该都有基本的 sense， 知道史明是谁吧？史明的台湾民族的这个认同，它是指五族共和啦。五族大家自己去找，自己去思考，这边就不提供答案了，大家继续找哈。那个一些关键字，独立台湾会、史明。之类的，大家继续就试图在想这个就是事情这样子。那我有点忘记我当初是在哪里听到，就是我有听过有说法是台湾人知道自己不是什么，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就是就是我们的民族性是有点就是为他而形成，就是我知道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我是台湾人；我不知道我不是日本人，所以我是台湾人这样。但是台湾人本身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慢慢这几年会越来越，就是当我们对台湾本土文化越来越熟悉，然后可能会慢慢建立出一个所谓的文化观，大家会知道哪些文化、哪些习俗，甚至这样子是跟台湾人相关的这样。但就是我自己在写完或者是在写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台湾人的认同跟对自由的渴望是有很强烈的连结的。不管是早期的本省人的祖先之所以会来到台湾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要追求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所谓的外省人在国共战争的时候来到台湾，原因也是为了要追求自由嘛，就是不想要受到比如说独裁政权统治等等之类的这个状况。那甚至是就是最早原住民族生活在这个土地上，他追求的东西可能也都跟自由有关这样子。那我在电脑人间里面就试图让这个主角想要脱离母体控制的这个自由的渴望，跟台湾人向往自由的渴望做了某种程度上的连结，所以就是这算是我自己某种程度上思考的一个
方向吧，不能说结果，可能是一个方向。其实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对的，但是可以如果我希望如果读者可以透过这样的主题、这样的故事去思考自己的答案的话，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对电脑人机来说，可能它就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功用吧，这样子。就是我们都在守护我们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对，我们追求这个生活方式，就是自由平等的这个地方，然后可以在台湾做实现。对，那就是书中那个认知作战的概念。对，认知作战就是你开始讲认知作战部分，应该是讲那个就是内地公务员讲郑成功那段嘛，就是那段其实我觉得蛮好笑，就是我算是边写边想到这个论述方式，然后内地公务员会说什么郑成功因为他是出生在日本，所以他是日本人，然后呢郑成功统治台湾，其实所以就是台湾其实是日本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之类，就是一个人。他其实在讽刺，就是中国那方面在这种讲法了，但就是我自己写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子。认知作战，我觉得所谓的认知应该是我们理解并且形塑我们所知世界的一个方式嘛。所以用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母体本身也是一个认知作战，就是他试图要改变你的对现实的认知嘛，等等。大家应该都多少有知道，就是中国在台湾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认知作战嘛，那他们就是想要改变台湾人对世界的认知认同，比如说就觉得中国很强大啊，不应该跟中国对抗等等的。刚好我昨天有在其他上演讲，就是我也放了这个影片，就是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也很喜欢在第一周第一堂课就放这影片，就是 HBO 的新闻急先锋的开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新闻急先锋是一个在讲新闻的跟政论节目相关的一个节目这样子，然后它的主角就是一个政论节目的主持人，然后他长期以来就是都是有点浑浑噩噩的在做他的工作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一个女主角是他之前的类似同事之类，他可能是他的节目的企划或者是就是幕后的一个大功臣这样子，然后他们分道扬镳很久之后，这个女生又再度回来，然后那个开场就是一个他去某个大学受邀演讲这样子，他们就是演讲结束之后会有问问题时间嘛，然后就是会那种国外就是那种人在台下放一个麦克风，大家都排队，然后就有一个大二的小女生，就是问他说，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样子？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对谈的，就是他这个主持人左右两边各做了一个立场偏左跟立场偏右的人，然后他们就讲什么多元性啊，什么美国有多元性啊，然后另外一个人讲说，因为我们有自由这样子，然后他其实听得非常不爽，可是因为他就是不想要冒犯任何人，对，就不敢讲真话，然后他就讲说，因为我们有什么那个纽约喷射机队的那个什么足球美式足球队之类的，然后就可是邀请他们教授又，因为他整场都在就是打太极，他就没有讲过一句正经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要求他一定要认真回答，不然就不让他离开之类的，然后他又打了几次嘛，就是那种迷糊仗，可是后来他就好像在台下看到了那个很久之前的同事，对，然后他就决定要讲真话，对，然后就因为他其实本个性就是很犀利的一个人，对，然后他就把全场所有人痛骂了一顿。我觉得那个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那个影片，那个片段，对，那个真的是非常震撼的开场。然后讲说，就是美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排名，不管是识字率啊，或者是出生率啊，或者是什么，反正任何排行都从来没有世界第一。有世界第一的三个是在监狱里面的人口比，美国是世界第一。然后第二个是相信天使存在的成年人比例是世界第一。然后第三个是就是跟全世界国家比起来的国防支出，就是美国是世界第一。对，然后什么好像是。甚至是第2名到27名国家的加起来总和都还要高这样子，其中有26个还是同盟国这样子，然后我猜应该其中另外一个是中国吧，他没有明讲，对，就是他就把那个女生臭骂一顿，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而且场面如果我在现场的话，可能会打到爆的那种状况。然后，但就是他后续讲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讲这个场景的重点，就是这个女生，我觉得她提出问题是她不是恶意的嘛，对，可是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的问题的错误的点是什么？是他的前提错误嘛？就是美国并不是一个最伟大的国家。对，那所以就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是：你要认知到这个问题的错误的部分，就是要怎么讲？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你是要认知到问题的存在，这样子。你要认知到问题的存在，你就必须要有充足的资讯。对，那充足的资讯这个东西，
它其实已经是10几年前的影集了。那我觉得这个课题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必须要时刻去关注的。就是我觉得就算是所谓的台派的人，对，或者是独派人，可能也不太会注意到这个状况。就是你必须要知道，就是你的资讯的来源不能是唯一或者是单独的。对对，那就是我们或许必须要去了解到为什么跟我们立场不一样的人是会这样想的。对，那但就是也非常希望一个立场不一样的人可以知道，像是我们很常讲说什么长辈只会看赖的假讯息啊，什么诈骗之类的，就是会有那种感觉，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我们的资讯不能是被垄断的，是不是单一化的这样子？对对，尤其是我们在讨论很多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网络上面，因为不敢讲的话，你只要匿名了之后，你都敢讲。对，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在网络上写那些留言，你真的敢在现实世界这样跟人家讲话吗？那如果你今天不敢讲这些话的话，那你就不要在网络上面讲这种话。因为在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很多在议题上的一些严肃的讨论，我们两边的交流应该都是要建立在差不多相同的基础上面做讨论，不然就是很常就是流于就是各讲各的。比如说最近的那个2025飞核家园嘛，因为它就是停机了，就会有永核跟反核之间的一些争论，对，然后包括说核废料的处置，这是种种议题，当然可能不是那么多人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真的去了解到我们核废料的处理处置的一些状况，那就会，我当然这个只是举例啦，当然很多议题上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争论发生，就是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应该如果真的是有心要好好讨论这个议题的话，应该是要建立在得到的资讯都是，然后甚至是正确的一个相同的前提之下，才能够好好来做论述这样子。对啊，刚好有点岔题在讲这个，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点是还蛮重要的，因为有一种概念叫做审议式民主，然后审议式民主的话，它就是推动公共政策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说的利害关系的人一起来做共同的讨论。比如说一个里，他可能要修路灯或者是通水沟，就是邀请所有里的里民一起来讨论说，这个我们为什么有这个需求？然后大家各自每个住户他在会受到影响的话，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大家共同提出来，然后一起来对焦，一起来讨论。或许这样子的讨论会是一个比较漫长、比较近似没有效率。对，因为你这个政策的推行，你一直到执行，可能原本如果没有讨论，政府一声令下，可能1个月就做好。可是你多了这个长期的讨论空间，因为大家都是利害关系的，大家都有自己各自的想要去争取的地方，所以这整个讨论过程就会拉得非常长。但是如果得到了一个结论或者是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之后，它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会可能是10年、20年、50年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效率而言的话，它并没有比较长。然后我要讲这个是因为审议式民主它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大家在做讨论的时候都应该在一个相同的差不多的一个背景知识之下在一起做讨论，不然一样又会回到各说各的各吵各的。所以我觉得像有些公部门或者是一些社团单位，他们也会渐渐导入这个审议式民主的概念来做一些议题性的讨论啦。对，好，好像有个欧洲国家是比利时还是哪里，他们不就是所有的法律都是透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去，但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国民的，就是公民素质要对啊，像我前2天也是看到有人在那边讲说啊，如果都要公投的话，那选立委干嘛什么的？我想说，因为公投跟选立委，立委是代议士嘛，然后公投的话是直接民主的一个展现，它本来在概念上就是没有冲突，是并行的。对，然后我真的觉得大家这个公民素养真的是要，对，这也会回归到教育的部分。讲这个又会岔题了。好了，我们还是回到电脑人间好了。刚刚认知作战概念，就是大家在这本书里面也可以多少看到一些玛丽老师想要翻玩或者是想要提出的一些思考方式。回到主角好了，这个马忠，他原本叫马忠，然后后来改名叫马产忠，这个改名过程是这个皇民化的这个背景嘛。那他在设定上面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还有就是他在故事中经历了多次的转变，对，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分其实跟自己的就是生长经历有点关系吧。就是马忠其实是他的原型是我爸，
就是对，然后良子就是我妈这样，但就是有一部分算是就是我把他们的我自己看到了他们的关系，就是放在这个作品里面，但其实就是后续还是有其他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完全都就是完全一样这样子。那我爸的名字就是马中差，所以就是我直接拿他的名字来用。然后他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但就是我开始比较关注一些社会议题或者是这种就是台湾人的认同问题的时间，大概是2011、2012的时候。然后我爸跟我就是算是蛮疏远，因为他蛮早，他90年代初他就去中国工作，然后我们一家人有2年是在重庆生活，然后就是反正后来就是在1999年才回台湾，然后我爸继续待在中国，所以就是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算是有近距离生活的这种状态。大概就是2011年、2012年的时候，其实蛮好笑，就是对这个议题会有关注，主要是因为加入中华科幻学会的关系。然后因为我们的第一任理事长是南宫博士嘛，所以就是有人受到他的启发跟启迪，就开始对这些议题有更多的认知跟思考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爸待在2010年代之后回台湾，我就试图找了一次机会，就请他跟我一起来参加科幻学会的演讲，然后刚好那场是南宫博士演讲，我就带他来听这样子。然后但那次经验其实也蛮尴尬，因为就是那天刚好好像上大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冷气系统没开，我们就热那种夏天这样子。但就是听完之后回程的路上，我就问我爸有什么感想之类的。因为我就是如果你有听过南宫博士演讲，然后就他就是非常激动，就是他会讲很多政治相关、生活相关、社会相关。因为南宫博士他是曾云鹏的哥哥，对，所以就是但他本身应该没有入党这样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总之就是我问我爸的感想，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就他就讲说什么确切的字句我不记得，但就是他意思还是说就是一般人顾生活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想这么多东西啊？经济学没看，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就是过了那么久，都会觉得说，你是真的很就是在台面上真的很爱关注这些东西，他们也是有生活要顾的。那就是这些人是怎么活过来？但其实你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确活得很累，就是要在意这么多事情这样子。对啊，但不在意的话，就会变成说，就是你不管政治就来管你嘛。对啊，就是就会变成像我们现在的在努力亡羊补牢的这种状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算是我自己写完之后才去想到的，就是我可能潜意识有点希望这个角色就是有点像我爸，我希望他可以有的转变这种感觉，就是所以是有点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这样子。所以在写的当下，并没有很有意识的要写这样。我一开始会使用我爸当原型，主要是情感关系的部分，就是他跟良子的关系的部分。是。那就是后续的转变，就是我虽然是有点跳脱，但现在回头去想，我觉得有可能是潜意识有这种感觉在里面这样子。好啊，对啊，所以这个是你第一次讲吗？还是你之前？有在我自己的 podcast 讲过大概讲过。好啊，就是如果是公开聊书的，就是对台下的有人在台下听的话，我可能不会去讨论到这部分这样子。原来如此，对啊，这个算是蛮细腻的一个写作。对，除了角色细腻之外，你在那个故事里面的描写一些建筑啊，或者是市景，就是他上班的路程嘛。种种，你对于那个描写都算蛮具体的，对，那蛮细腻的。那你自己在那个做田调或者资料收集的时候，你有做哪些功课吗？有去基隆实地田调过，但因为其实已经过了将近100年嘛，就是所以其实市景已经当然就差距非常大，但是那个都市规划是一样的，就是街道的景观都是一样，但就是比如说基隆郡役所，它其实很有趣，它基隆郡役所其实是在基隆市内，就是当时有分基隆郡跟基隆市嘛，那基隆郡其实是在基隆市内，的一个原因好像是因为基隆郡先设，然后过了10几年还是几年才有基隆市这样子，对。那基隆郡役所现在变立体停车场，所以就是那个火车站出来那边嘛，所以就是我有实地去看过，但就是走到那边其实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因为它已经完全不是一样那个造型了，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蛮可惜，但我有实地去大概走过，
大概了解到是路程啊，或者是脚程等等之类的。主要是它之所以会比较细腻的原因是有点算是要感谢中研院，就是他们中研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他们在下面有一个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他们有一个网站，然后那个网站是基隆100年历史地图系统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可以光是透过这个系统，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它有不同年代，从就是20世纪初，然后一直到20年代、30年代都有，就是不同属性跟性质的基隆地图这样子。那我主要用的是基隆市日本职业别名记图，然后它就是基隆军役所在基隆市内嘛，所以在基隆市的就是每个巷弄啊，然后每个商家它是什么名字，全部都有记录，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然后那个网站，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地方是，它是底图是 Google Map，然后他会把那个老地图放在那个 Google Map 上面，然后你可以调那个透明度，你就可以直接确认到这个地方原本现在是什么地方，然后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对照这样子。那就是其实也算是感谢科技的进步跟就是现在政府的那个研究的进步这样子。如果自己有那个创作者的话，然后想写一些时代背景的话，这个是很好用的功能哦。对，因为像基隆那边大部分都已经拆掉了嘛。对，如果大家想要稍微想要了解一下那个日本时代的这些公共设施，它大概是怎么样的造型，其实我觉得可以去台中州厅，然后台中州厅旁边有台中市役所。然后台中州厅的后面就是当时的大理郡役所，对，那些都有一些他们现在文化保存都做得蛮不错，文化资产保存都做得蛮不错，因为它有一些在地团体，还有市政府文化局，他们都有在做所谓的修复。那也可以去做取景啊，当然那个每个县市他们在日本时代的当时的一些建筑风格应该也是差距不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做田调的话，也可以往这块去找。对啊，那你在那个创作电脑人间的时候，我记得是有拿到国议会嘛，然后那个国议会它算补助嘛，对不对？对。那你那时候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有遇到哪些挑战吗？这蛮有趣，就是电脑人间算是一开始就是瞄准补助在写，这样讲好像可能又被说要饭了。但就是因为那时候还在念博士，就会想说，就是如果能有拿到补助的话，因为通常就是创作补助可以延1年嘛，那我可能都会不需要这么频繁的结案，因为我主要是自由业，那然后我就可以花1年专心把论文写完，然后再花1年把作品完成，这样就是我的收入也会比较不会那么吃紧这样子。那所以一开始就是瞄准部，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投的是文化部，然后文化部没有上，后来稍微修改一下，投了国议会来上这样子。我一开始只写的就是我一开始设定我就是要写 cyberpunk 本土的 cyberpunk 这样。那因为我也没有长篇的创作经验，然后我其实写短篇的时候我也不太会就是设定大纲，算是我第一次就是很仔细的去想我到底要写什么东西这样子。一个写作计划。对，那一开始的故事就写的有点太像太致敬 Neuromancer 就是神经幻术师。然后后来就整个打掉重练，然后就跟可能比较有经验有拿过补助的朋友讨论啊，然后就有了一个就是想要设计东方或者是台湾的母体的这种虚拟世界的这种主题去构思，所以才就是产出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模式这样。但就是你说有没有克服？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克服挑战，因为那出版已经有一段时间嘛，就是其实就是我会自首，也稍微看一下网络上有没有人讨论这个作品，然后就会我都有看到有读者看完都觉得就是我在蹭日本殖民时代的背景这样子，干嘛要刻意写一个日本殖民时代这样子，有点政治正确的，对，类似这种感觉。然后也有听过有人讲说，就是他觉得剧情很好猜，就是没有突破性之类的，就是他完全猜得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我觉得这其实蛮有趣，就是可能要看过之后才会比较了解到，就是王这个角色，因为他真实身份，我一开始设定跟后来陈述的设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对，就是那我之所以会修改设定，其实是一面写的时候，一面想到是这样子可能比较有趣这样子。那不是还是被说很好猜的话，那我想说那就是照原本的写会比较好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确定到底怎么样比较好。那
可能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吧。然后真的有克服吗？其实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就是作家在看那个评论的时候，多少一定会自我怀疑啊，甚至在写作的过程一定也会啊。对，我觉得有个很好笑，就是我后来就是因为也有电子书版本嘛，然后读墨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句子就是接下来，然后就看到有人直接解爆雷的句子在那个书本的页面，然后就你不就把所有的梗都爆出来？其实我觉得作家应该最害怕的是没人讨论啊。对啊，像这本，我觉得这本还特别的是，因为跟海琼的吴勋老师他们合作嘛，那有拿到这个叫什么 FSC 的这个森林认证，你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在我们出版界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真的是海琼文化的非常厉害的地方，因为海琼文化的社长吴勋他其实是生科背景出来，所以他可能会比较关注在这些对大自然友善的一个主题。那 FSC 它的全名是森林管理委员会，它是在1993年的时候成立在德国的一个算是基金会吧，它致力在推广友善森林的产品。那如果你获得他们的认证的话，就会获得相关的标章。跟它认证的类型很多，就是印刷品啊，然后可能电子产品啊等等之类。你只要获得就是他们的就是你生产流程有获得他们的认可认证，是对森林友善的话，那就是可以获得他们的标章。那海琼应该是台湾第一个拿到就是印刷品相关的这个 FSC 认证的作品。然后他们第一本书是一个僵尸的创作接龙合集。那电脑人间算是第二本台湾获得就是友善森林认证的出版品，就是其实也蛮荣幸的。那我知道的是，那我在书展的时候有看到，就是蛮多出版社可能有在尝试这样做，然后就是会说他们也是 FSC 相关的，就是有志要朝这个方向去前进，但是有获得官方认证的，就是海琼应该是第一个，其他出版社可能有在尝试，就是他们也会标榜类似的，可是有拿到认证的应该是海琼文化是第一个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的是，这不只是出版社愿意做就可以达到，就是你印刷厂也要愿意配合。那你可能为了要得到这个认证，你可能比如说成本增加，或者是你又有一些繁杂的工序啊程序，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就是台湾那种市场已经够小了，还有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对啊，以后看到这个认证就知道没有在随便浪费书了。对。大家是这个相关产业的话，可以去了解这个 FSC 的这个相关认证。到最后啦，就是你怎么看待台湾本土科幻小说的发展，或者是你自己个人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吗？我觉得台湾的科幻其实跟国外比起来，有个蛮有趣的现象是，我觉得台湾的科幻的创作有两个路线，一个是纯文学写科幻，另外一个就是大众文学。那大众文学，它的阅读人口势必是比较多的嘛，不然就不叫大众文学。但就是好像在台湾比较受关注的就是纯文学创作者创作的科幻。那我觉得这是其实蛮吊诡的。纯文学创作者创作的科幻。是比如说一个严老师写的作品，那通常我们会知道他是纯文学这样子，或者是像高一峰老师的他的作品也比较偏纯文学这样子，是，但他的科幻也不会说到不好看，或者是就是太注重这种文学描述或者是情感之类的，就还是可以。还可以了解，但是你还是可以很明显感觉出他跟大众文学的科幻创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所以我在想说，他可能是受关注度不同的原因是，或许台湾没有一个很健全或者是很明确的大众文学的评论或者甚至是宣传的一个管道，就是通常我们在比如说什么 Okapi 啊之类的平台看到，可能都是会是比较偏纯文学的，的这种，就是评论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台湾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以全世界的来讲话，应该都是大众文学，对啊，就叫大众就是最多人看，应该大众文学它的发展或是它的关注度应该是最热门的。但是在台湾的话，你就是纯文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
很多人在看纯文学，反而是所谓的大众文学相对比较少，包含说推理、科幻、奇幻种种，都好像进不太去台湾大众的视野。而且就是像如果我有接到评论邀稿的话，通常都是翻译文学就是对，不会说台湾的本土的大众文学的评论邀稿。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对，就是投入的资源没有在本土大众的通俗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或许可以试着去改变这样子。对啊，一样办或者是我们的领域都是以台湾本土作家，然后我们一直在耕耘这一块啊，对，也是希望能够渐渐的去扭转也好，或者是能够让大家去看见台湾的一些大众文学的作品，对啊，就是最近台湾本土有哪些科幻作品你会想要去推荐？如果是指cyberpunk 这个类型本身吗？还是说就是整个科幻都可以？整个科幻都可以看。我最近看了一本我个人蛮喜欢的作品是，好像是九歌出版的，陈建卓的《明日与那些幽微之事》，它是一个短篇合集。那它有几个短篇是有拿到奖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作品它就是你可能在台湾以外的地方不会看到，原因是因为它有点介于纯文学跟大众文学之间，这样就是它的笔法其实有点偏向纯文学。因为我们之前有邀请他参加我自己的 podcast，就是有时候也跟他本人聊过，就是他其实是有点刻意，就是要去写纯文学那种风格，好像因为他意识到，就是好像大家会比较喜欢纯文学那种创作方式，然后他本身的讨论的主题就是也是跟科幻它其实有科幻奇幻掺杂在一起的一个状态，所以因为他本身是民俗学的研究者，对，所以就是他对这个民俗学有一些了解，所以这个作品我自己看完之后还蛮喜欢的一个状态，所以是如果只推一本的话，大概是这一本这样子。然后 cyberpunk 的话，就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在台湾 cyberpunk 算是蛮流行的，就是一个独立出版社叫叙事剧，它有出同步战记，世界的原型记呢，徐立恒的，对，徐立恒老师，所以他我觉得这本也其实也蛮好看，而且他其实很厉害，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为了要出版他作品，他创了一间出版社这样，对，然后他什么都自己搞，他是一个很聪明，然后执行力很强，对啊，然后愿意这样子搞一波，对啊，所以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个作品。然后一样版也有一本，有点像 cyberpunk 那个作品 Devotion， 介绍一下。好像 Devotion 哦，就是一样办 Devotion， 它就是反正就是2036年之后的台湾，一样办已经变成一个高科技的这个预防犯罪的组织。它其实跟那个菲利普迪克那个关键报告有点类似，他想要去预判类似就是探索这个犯罪的成因嘛。然后一样办就是依然在就是破解台湾未解悬案，只不过用了一个高科技的东西。然后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有点像是那个刺客教条那个机器一样，你可以深潜进入到虚拟实境，然后这个虚拟实境是当时maybe 是1970或1980年代的台湾的那个悬案的现场，然后你要透过跟那些建构出来的东西互动，然后去破案这样子。后来它其实也算是系列作啦，就是我们也有在继续写下去。对，然后目前第2集应该很快吧，应该可能今年会问世。那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是有考虑就是用轻小说的路线来做，然后包括说整个封面也有点想要做微 BL 的那个感觉。听完这集可以再去找一下 Deep Ocean， 然后甚至包括它的书名，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书名要怎么取的时候，叫一样办 Deep Ocean， Deep Ocean 是那个 AI 的机器，它的名字叫做0号深潜，然后那个0号深潜就是我那时候就说不然就取个0号把它加进去，对，就这样来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所以它的第2集呢应该也会有什么1号之类的，没错，对，然后第3集就是2号。如果我们继续出下去的话，就会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期待。然后也就是第2集的作者跟第1集的是不同人这样子，对，就是它算是我们这个一样半宇宙里面蛮特别的系列，就是有点科幻推理的部分。那刚刚老师有提到那个徐立恒的那个同步战记，我自己也有看。是也觉得蛮不错的，他就是
也是一个它非常是一个典型的科幻作品。然后我记得它里面的一些角色设定或者是图片的场景都是用 AI 做的。对对对。那个时候 AI 它应该是前2、3年的时候开对，刚始做。出来的时候就对马上开始对实验，对对很厉害。，AI 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刚开始有一些图片设计的那个生成功能的时候，它就开始活用跟利用，所以它是一个不管是它的形式风格或者是它的笔触，都是走的蛮前面的一部作品这样子。对啊，老师，之后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包括说，接下来的作品。因为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之前有在海豚文化出短篇合集嘛。那有一本奇幻长篇它是用跑团的方式完成，然后它书名叫众神水族箱，然后禁锢之龙。它是众神水族箱是这个系列的名称，然后禁锢之龙是这本书的名字。我们5个人就是共同我写的作品，所以不算是我个人，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跑团完成，就是有点像《龙与地下城》就是那种龙枪的写法去完成的一个作品。那就是我们每个跑团的人都创了一个角色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就是后来就想说要把我的角色的故事给完成这样，所以就是今年应该下半年会开始先把这个奇幻的个人长篇完成，然后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因为电脑人间我在后记里面有写到，就是我后来有想到想要把它发展成三部曲，所以就是等这个奇幻长篇完成才会回来写电脑人间的续集这样子。对，那就是因为第1集是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嘛，那后续可能目前想第2集应该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这样子。随着那个时代的演进，它那个虚拟实境也会对，然后有一些没有未解谜团，可能会在第2集甚至第3集就慢慢揭露这样子。所以你是原本就打算要写3部曲，还是后来在写第1本的初稿的过程中，觉得好像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就是可以发展。对，了解。好啦，谢谢。今天那个节目比较不一样一点，就是特别邀请到这个玛丽老师来跟我们做这个科幻类型的分享。我觉得科幻类型跟犯罪跟悬疑本来就是一个互相借鉴跟互相辉映的一个方法。我们在看很多科幻作品的时候，本来就是它就会设定，比如说像探变，那就是也是要去查案嘛。我记得两三年前也有邀请老师来针对科幻作品里面的犯罪悬疑来去做探讨跟讨论。对啊，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也可以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就是详细的再聊这个话题嘛。对，那今天就是很谢谢玛丽老师来跟我们聊他的作品《电脑人间》，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买一本来看哦，我觉得真心推荐。对啊，谢谢老师。谢谢。今天录音到这边，谢谢，拜拜。拜拜。